后来针对这个柬埔寨人蛇诈骗案，警政署的统计，为今年3月开始到今，全台湾受理344件类似的案件，其中上多是屏东县有41件，过来高雄35件，第3名是新北市34件。啊，讲屏东原住民乡有一个受害者的哥哥去报警，请求警方来协助。结果警察竟然甲口说讲，恁小妹哦，就是出去趁钱趁伤爽咯，无想要转来。讲这话是让这个兄哥听到真气愤、真气惨。啊，目前这个原警嘛已经向记告嘛来道歉了。我一进警局跟他说明，他就跟我说，里面的就是出去赚钱赚太爽，不想回来了。想到伊的小妹可能伫外国面临恐怖的遭遇，顶个月23就赶紧去邦寮派出所求助，想到伫报案的过程中，原警敢若讲话无妥当，会感觉被侮辱。报案人的亲人受到 FB 真人广告吸引，而前往柬埔寨打工。当时听闻案情后，由于认为此犯罪属新形态犯罪手法，欠缺警觉性及同理心，于过程中有言语不当。这个原警互人记告，有针对金海当人加强教育训练。最近有真个台湾人被骗去柬埔寨等国家做事，最后予人蛇集团控制。目前的柬埔寨的人数，包括合法做生意的就业，甲被逼停留的，总共有4000多人，其中有120个人联络袂到。依照警政署的统计，为今年3月份开始到8月16为止，全台湾总共受理344件类似的案件，其中上多是屏东县41件，过来是高雄35件。第3是新北市34件，贩卖人口的议题受到高度重视。除了紧急出手解救以外，相关的单位嘛一直呼吁大家，若去国外上班做事，一定要提高警觉，唔通互人骗去。观众朋友，有一件事情不知道你们做了吗？那就是赶快来订阅我们的 CH52华视的频道，而且记得哦，一定要帮我们分享、按赞，还要开启小铃铛。